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听今天这个讲座。我的讲座内容是俄罗斯电影翻译问题研究。这里面大家都是学习汉语的。那在这期间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另外，这个题目是我2017年申请的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的其中的一个研究成果。那么这也只是一个初期的研究成果。我今天呢想与大家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在我中期结题报告中进行修改。好，谢谢大家。好，下面讲座开始。我今天的讲座主要是分4个方面进行。第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影翻译在中国的研究现状。第二个，介绍一下俄罗斯、苏联电影在中国的译制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点。第3部分，主要论述俄罗斯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第4部分，阐释俄罗斯电影中文化隐喻意义的翻译。现在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电影翻译在中国的研究现状。新中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始于1949年，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第一部苏联影片《普通士兵》到当下进口的译制大片，电影译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发展过程，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产业。上世纪80年代以后，影视翻译蓬勃发展。在1995年举行的电影100年纪念活动期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影视翻译论坛，标志着影视翻译发展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此后，影视翻译更加重视研究的跨学科性，与文学、跨文化交际、传媒学、美学和修辞学等理论紧密结合。那么从1995年到2016年期间，有关影视翻译的研究成果非常的丰富。那么研究成果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片名翻译、配音翻译、字幕翻译3类。片名翻译的成果约占总数的60%，配音翻译和字幕翻译的成果占30%。研究主题主要侧重在对电影翻译原则、电影翻译方法和技巧、电影翻译中文化因素以及电影翻译的修辞和美学等方面的探讨。但是由此可见，中国的影视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译制片观众的数量远远超过文学作品读者的数量，影视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也绝不在文学翻译之下。可是在中国国内的影视翻译只是注重实践，缺少理论研究，滞后于文学翻译的研究，更与西方影视翻译研究脱节。这是一个著名的翻译理论家钱绍仓所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1995年到2016年期间，对影视翻译的研究多以欧美电影为研究对象。
多以欧美电影为研究对象，但是研究俄罗斯译制片的学术论文不到10篇，研究成果较贫乏，因此对俄罗斯电影的翻译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好，第二部分我先介绍介绍一下俄罗斯电影的在中国的译制情况，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初对苏联电影的译制，这一时期引进的苏联电影多为战争题材的影片，主要刻画了10月革命、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能够激起中国人民对英雄的敬仰和爱国的情怀，非常契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一时期引进的主要电影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列宁在10月》、《大败拿破仑》、《革命英雄传》等。这是这些电影的影片。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初对苏联电影的译制。这一时期译制了大量的反映普通人生活生产题材的苏联影片。这些影片更加关注生活中的矛盾，注重对有缺点的普通人的刻画。该时期引进的主要电影有《蜻蜓姑娘》、安东的爱情、劳动与爱情等等。蜻蜓姑娘、安东的爱情，也是到过80年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对苏联电影的译制。70、80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更加关注真实的人性和社会道德，所以这一时期译制了大量反映现实主义的影片，比如说《战地浪漫曲》《战地浪漫曲》，还有就是《2个人的车站》、《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再比如说《办公室的故事》等等，《2个人的车站》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等。第三部分也是我这个讲座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翻译是一种建构翻译是一种建构，是依据一定的翻译原则，通过特定的方法再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使之达到与原著等值的艺术效果的劳动，是译者对译文的2次创造。翻译中的等值是基于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的某种等值关系建立起来的模式，它是俄罗斯翻译理论的核心那俄罗斯的翻译理论大家都知道，什么翻译理论？就列比罗的Gagaya equivalency 的等值 equivalency 等值。那么等值理论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比如说最先提出等值的是 Fyodorov 的，还有呢 Barkhudarov 的再有就是 Svietsev， 再就是 Gamisarov 的经历了这么几位主要经历了这么几位翻译家然后俄罗斯的等值理论现在发展的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成熟。那么等值理论等值理论它就是俄罗斯的翻译理论家，他从哪几个方面来研究等值理论呢？我们说 equivalency 的从哪个层面是 equivalency？ 一个是从языковой слой， 从语言或者说 внутри linguистический слой 内部的语言，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语言外的语言外的。
那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它侧重的是什么呢？语言内部的一个等值。那它主要是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来寻求语义、语用和交际功能的等值。那文艺学层面的翻译研究是怎么研究呢？主要是研究什么呢？形象转换的等值，主要是古多的形象啊，从艺术的使译文能够达到和原文在艺术形象上的等值。那实际上俄罗斯的这个翻译理论，它是中国的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另一种形式的一个体现啊。那中国的一个翻译标准是什么？严复的一个信达雅的信达雅。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译者要尊重原文，使译文尽可能地达到与原文的语用和等值功能的等值，来再现原文的修辞手法和语言的风格语言的风格。好，下面我就从修辞心理和文化的角度分别论述俄罗斯电影片名和文化隐喻意义的翻译问题。我们首先看一下 Bilvot Naзвания фильмов 片名的翻译，看一下。电影片名是电影内容的浓缩概括，片名翻译对于吸引观众的观影兴趣、提高票房收入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想从修辞心理这个角度来进行翻译来进行研究。我们首先来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一下影响片名翻译的因素因素主要有什么呢？一个是译者的个性心理，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受众的社会心理需求一个是译者的个性心理，一个是受众。受众是什么？就是zrители zrители的一个psychic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一个 psychic переводчика的好。那么译者的个性心理是形成译文风格的主要因素，对片名翻译有一定影响，但是它这个译者个性心理是不能无限制的发挥的，它要受众的社会心理的约束，对不对所以译者要根据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时代需要来调整翻译策略和方法，译出的片名才能为受众所接受所以说译者受众的社会心理需求是不容忽视的。那不同时代的受众有不同的客观需求，时代性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动机和对翻译方法的选择。它要求译者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选择易于受众接受的话语形式。所以说，受众的话语需求制约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它不仅是受众对新信息的感知和审美需要，也是受众接受心理的一个直接表现这里面看Gudovsky这是什么时期的影片呢？ Gudovsky 它是什么时期的影片？我刚才讲了苏联影片在中国的译制，第一个时期就是50年代初引进的这个是50年代初引进的，就是中国那个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引进的。这是关于一个什么呢？英雄的，讲述的是一个英雄的成长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译者呢没有将原文直接译为卡道夫斯基。Вы знаете, Кадовский важный перевод как Кадовский, да? Звуковой перевод Кадовский, да? 如果要是译成卡道斯基的话，中国人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绝对是不会明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他对什么呢？他对这个俄罗斯人的名字他不是很熟悉，对不对？那译者呢，在这个时候把它根据电影的内容给它翻译成什么呢？革命英雄传。那么观众自理解里马上从这个片名就能知道这个电影是讲述的什么内容，对不对？他就点明了什么呢？电影的一个主题内容啊，讲述的是一个革命英雄成长的故事，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个高度啊 ，Bisadad 啊，高度。这个如果要是译成高度，大家看一下，它译为高度，对不对 ？Bisadad 不对，это прямо перевод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知道？Из этого название фильма, да, вы узнаете, о чем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фильм? Не знаете, да? 应该怎么翻译？这个电影 вы смотрели, да? Нет, это уже давно, да. 讲述的是什么呢？两个工人，一个是叫波斯加，一个是叫嘎加，他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名应该给它翻译成“劳动与爱情”更好 ，“Tut и любовь”， 这个更好一些啊，这个更好一些。好，我们现在看一下Bakalia by，Знаете Bakalia by？Знаете？ 是谁写的？Кто написал？ Роман，Кто написал？ 是Виктор佩列文写的《Bakalia by》啊。那他这个电影呢是根据佩列文的一个同名的小说进行改编的啊。它的原名是什么呢？《Bakalia by》，但是呢，译者给它翻译成了“百世一代”，好不好？好不好？他为什么这么翻译？就是使用 by 啊，利用俄语的辅音 by 和中国人熟悉的可口可乐的名字、可乐的名字啊的谐音，给它放在一起，将片名翻译为“百世一代”。百世一代，这样呢就能够达到一个较强的一个修辞的效果啊，修辞的效果。新片名短小精悍，形象生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倾向啊。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片名翻译的例子啊，片名翻译的例子。好，我们再看，那我们知道不同时代的这个受众，他的社会需求是不一样啊。是这个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不同的受众的一个社会心理需求。那么同一时代的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也不同，这个时候译者也要针对不同受众的需求来采取一个翻译的策略。比如说 Смешарики 的 Знаете, это мультфильм 的，这是一个动画片啊。译者呢将其译为开心球，开心球，而没有给它直接译为令人发笑的球，令人发笑的球。这是一个儿童的一个喜欢的动画片儿。那么他这样翻译呢，就既关照了儿童的接受心理使儿童产生好奇感，满足了他们的审美需要。再比如说青春片《乌鲁特阿亚阿斯达努西的》，这个所讲述的是什么呢？讲述的是影片呢着眼于教育的压力及其家庭暴力对青少年的迫害，对压迫者进行了一个犀利的嘲讽。那么对这个片名进行翻译的时候，译者没有将它译为所有人都死，只有我永生。如果要是直接给它这样译成的话，所有人都死，只有我永生，你能明白吗？что значит? Зритель не понимает, да? 观众是不会明白的。他这个是怎么翻译呢？没有呼吸的青春。好了，说没有呼吸的青春，молодость без дыхания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压抑
很压抑就说年轻人怎么样啊，在这种环境下生活非常的压抑非常的压抑表达出了原片名的一个隐含的意义那这个时候译者实际上克服了原片名的一个语法形式，没按照它的语法形式进行翻译，而是对它进行了什么呢？艺术的一个再创造。Эт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да?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开心球 ，смешарики 的，没有呼吸的青春没有呼吸的青春。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影响片名翻译的一个心理机制。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ханизм, да, который влияет на перевод названия фильма. 心理机制有什么样的 mechaniический ps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ханизм mechanicism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在一定的翻译目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有一些心理的活动。那么这些心理活动呢，会促使译者运用一些修辞手法来达到预期的修辞效果。我们通过分析发现，译者对原片名进行了艺术再创造，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法那么它会产生哪些的心理机制呢？一个是联想和想象，想象association 的想象，还有呢，注意强化，再有就是注重移情，还有就是心理距离等这些心理的机制。我们看一下，用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可以产生联想和想象呢？主要是用比喻，斯拉夫念念。比喻，还有呢，借贷比如说 siostry знаете siostry фильм siostry 姐妹，那么译者呢没有将它译成姐妹，而是将它译成什么呢？黑道小狂花 mafia 的小狂花把姐妹两个比喻为小狂花，在姐妹俩和小狂花之间找到了疯狂的一个相似点，这个把看似两个不相干的事情有机地联系起来。那么新片名增加了令人联想的元素，观众通过想象的心理，在脑海中复制出姐妹俩疯狂的特性信息，增强了观众观影的欲望。还有看一下茹可夫斯基的茹可夫斯基，这个是采用的什么呢？借贷。为什么他采用的是借贷呢？译者没有将其译成茹可夫斯基，而是将它译为了什么呢？俄罗斯航天之父杰斯科斯曼纳夫的斯。为什么这么翻译呢？这个时候呢，用茹可夫斯基呢来什么呢？来代替谁呀？代替这个航空之父，俄罗斯的航空之父译者采用了借贷这个修辞手法，从表达上看，用俄罗斯航天之父来代替茹可夫斯基，使接受者感到陌生的茹可夫斯基的形象变得更加的具体。从接受效果看，观众由此会产生创造性的想象，在脑海中会出现俄罗斯航天之父的人物形象，从而获得一种令人尊重的审美享受黑道小狂花的，这是黑道小狂花，这个呢是茹可夫斯基俄罗斯的航天之父俄罗斯的航天之父。第二个心理机制就是注意强化。那么注意强化这个心理机制是通过什么产生的呢？是通过夸张和对比。夸张布列乌利切涅的对比呢？对比斯拉夫涅涅的来产生注意强化。比如说《阿斯特洛什的阶级》这个电影，
它译成汉语直译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们小心，对不对？孩子们小心。那么这个时候译者是怎么翻译的？人小胆大，人小胆大。这里是不是用对比啊？人小，人还得小的，骂你的，还得把说的，这是不是对比？就采用对比啊，第一个手法，将人小和胆大放在了一起，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这种表达，能够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理啊，好奇心理。然后呢，可以赢得观众的这种观影的欲望，那么可以为票房的收入打下基础啊，打下基础。好，第三个心理机制呢，就是注意移情啊，注意移情。注意移情呢，是采用比拟、移旧等修辞手法来制造的。比如说，Strigog 这个我已经举了这个例子。汉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蜻蜓的，蜻蜓。那么根据影片的内容呢，译者运用比拟的修辞手法，将片名译为《蜻蜓姑娘》，Девушка Strigog 啊。为什么这样翻译呢？这样翻译之后呢，就不会使观众认为这是一部描写蜻蜓的科普片，还能够形象地刻画了姑娘的这个性格的特点。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性格？这个姑娘什么样性格？不爱劳动，喜欢唱歌，是不是？刻画了她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说，通过移情呢，译者使蜻蜓这个动物具备了人的情感，使观众达到与译者在情感上的同向共鸣，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比如说，Metro 这个电影 ，Смотрели 地铁啊，译成汉语是地铁，但是引进中国的时候，它没有翻译成地铁，而是翻译成什么了？夺命地铁。在中国的时候，它翻译成了夺命地铁。那你从这个片名上，你就能看出这个地铁是怎么样的，能够把人的生命夺去，对不对？能够把生命夺去。那正好它也是点了这个电影的题目。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内容啊？在莫斯科的时候，地铁发生了事故，对不对啊？发生了事故，然后由于这个地铁发生的事故，使一些人怎么样啊？丧生了的，失去了生命啊，失去了生命。所以说，夺命地铁这里面就采用了移旧的修辞手法。地铁本身不能夺命，一般夺命的是有生命的魔鬼和妖怪。在这里，译者赋予地铁这个普通的交通工具以夺命的特性，和中国的洪水猛兽的说法切合切合。好，第四个心理机制呢，就是利用用典等制造适当的心理距离。比如说《Liget Rulafli》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这里面它翻译成什么了？它没有翻译成鹤飞行，而翻译成什么了？雁南飞雁南飞。为什么这么翻译呢？它借用了一个《西厢记》里的“碧云飞，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中的“北雁南飞”一词，舍弃了原片中鹤的文化意义，将片名译为雁南飞，既符合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揭示了主人公新生活的开始，更与片尾的画面相呼应译者用典这个修辞手法，在新片名与观众之间制造了距离，使观众在对该词语进行咀嚼消化后，才能理解其内在的含义那么当观众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他就会得到一种成功后的快乐成功后的快乐。这是用典用典。这是对片名的翻译的分析人小胆大人小胆大翻译的非常好。这是用对比对比还有比如说这个 Lot 的捏大的那个
поставida, я посмотрела вас。这个 Lyot 实际上它是2008年引进中国的一个第二个大片，这个已经在中国已经上演了啊，3月末的时候上演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片名的翻译用了什么样的一个修辞手法呢 ？Lyot 在中国在俄语里面是什么？汉语里面什么意思？冰的。可是它翻译成了花滑女王，采用了什么修辞手法？采用了какой прием？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рием。用什么修辞手法？拟人的一个修辞手法啊。那么正好这个电影也讲述了一个来自伊尔库斯克的一个滑冰运动员啊，成长为滑冰冠军的一个故事。这个片名点中了电影的主题，对不对？点中了电影的主题啊，能够引起观众的这种观影的欲望啊，观影欲望。好，下面我看一下文化隐喻意的翻译啊，文化隐喻的翻译。我这里面以俄罗斯电影《活着》为例啊，进行说明。Рыцарь смотрели? Я смотрела. 这是2010年的一个电影，俄罗斯的一个电影啊，在2013年的时候获得了希腊啊塞萨洛尼基的一个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特别的艺术奖啊。我拿这个作为分析什么呢？分析它其中的隐喻意义的一个解读啊，隐喻的解读。这个画面里面，这个电影里面啊，它的画面的语言非常的丰富，电影的语言啊非常的丰富。那电影的语言应该包括哪些呢？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马纳洛克的，还有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巴嘎西能的，通过图片来展示的一种语言啊，展示一种语言。好，我们首先看一下画面语言的隐喻意义的认知啊，译者对画面语言隐喻意义的认知和阐释啊，阐释。活着中的画面语言的隐喻意义十分的丰富而且典型，比如说男孩眼中停放在院中的急救车，被母亲被男友殴打的父亲，中年妇女眼中从车前跑过的白马和他家中摆放在床头的洋娃娃，年轻人眼中教堂里摆放的假花，以及他们手中突然熄灭的蜡烛，这些零碎的画面都蕴含着一定的隐喻意义。隐喻的运用就是以认知主体和语境为基础，以此喻彼，以彼喻此。其理解过程主要是在矛盾中找到统一，化异为同，同中得异。这里的同是指本体与喻体之间适应语境的相似性。在日常生活中，急救车总是与事故和灾难相联系的。Skорая помощь, да? Skорая помощь. Чем связано с аварией, да? С бедой, да? 和灾难相联系起来啊。那么看到救护车，人们就不自觉地联想到有人生命垂危的啊。那在俄罗斯文化中 ，Ново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ультура, что обозначает белый цвет? Белая лошадь 有什么意思？白马。白马从车前经过，会让人联想到倒霉或者是不幸。给大的，放在透明盒子里的洋娃娃，布克拉的布克拉，放在透明盒子里的洋娃娃，会让人联想到躺在水晶棺材里的孩子，啊，孩子，假花，还有这个对的，не настоящий，假花会让人联想到什么呢？布置葬礼的现场和装饰的墓地，啊，装饰的墓地。
那么在结婚教堂中摆放假花，会让人联想到死亡和葬礼。婚礼上熄灭的蜡烛预示着家里要出大事，或夫妻双方有一人要死亡。那么这些富含隐喻意的画面，是导演这个穿插在电影的影片当中的，使观众呢需要观众要充分的调动头脑中已有的储备信息，感同身受地领悟到画面语言的深层含义。画面语言的深层含义，这是画面语言的含义。那么通过对画面隐喻意义的认知，可以使观众从此事物联想到彼事物，并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将此事物的部分特性映射到彼事物上，加深对影片主题的理解。由于中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中国观众并不能很准确地感知画面语言中蕴含的隐喻意义，这就要求翻译者在翻译人物语言时，尽可能地紧密结合画面语言所蕴含的隐喻意义，并将其通过人物语言加以表达。此外，画面语言对人物语言的翻译会产生限制作用。当画面语言暗示影片情节走向悲剧，隐含不幸不祥的信息时，译者对人物语言进行翻译时，就有必要对句式、词语的选择，甚至字数的多少进行一定的考量。下面我来讲一下，译者对人物语言隐喻意的认知与阐释。活着通过使用富有民族文化内涵的俗语来承载其隐含义。比如说，什么是俗语？那看一下影片中最为关键的两个俗语是掉牙和啄木鸟啄墙。掉牙。那俄语里面这个掉牙是什么？怎么说？掉牙 выбить的 зубы выбить的 зубы выбить 有什么隐喻的意思吗？ Скрытое значение есть под выбить зубы 掉牙。在中国文化中，掉牙实际上在做梦里面掉牙也不好。在俄罗斯文化当中呢，掉牙好不好？也不好，对不对？那么怎么能让中国的观众能够理解俄语中的这个俗语的意思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需要去怎么做呢？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翻译方法呢？再比如说啄木鸟啄墙，啄木鸟啄墙。啄木鸟啄墙的 как это по-русски как 叫夹紧的夹紧попутал дерево的啄木鸟啄墙。啄木鸟啄墙什么意思？意味着要发生不幸的事情，或者是某个家庭成员会遭遇死亡那电影人物语言的隐喻意义，它不是直观再现的具象的，观众对它的理解有赖于翻译者的正确认知和恰当的阐释恰当阐释。我看一下，第一个 сюжет 关于 сюжет， 影片中女主人公 Grishka 和男朋友安东早晨起来，准备去教堂结婚。Grishka 站在窗前化妆时，看见小男孩 Artyom 的爸爸骑着自行车摔倒在他家窗下，她连忙招呼男朋友过来看，二人开始嘲笑 Artyom 爸爸肥胖笨重的身材。
可是当格丽什卡发现阿德朱姆爸爸满嘴是血，好像把牙齿磕掉了，他心里开始不安起来，心里开始不安起来。他好像哪里出血了的，这是俄语的，然后不知道没看见，牙磕掉了，可真晦气，妈呀！孩子的爸爸离开，二人从楼里出来，然后格列什卡说：“我得去看看牙。”安东说：“什么牙呀？那个男人掉的牙。”格列什卡在地上仔细寻找，这时安东走过来，拿出一个白色的东西，猛地举起来说：“看，我找到一颗牙，还带着根儿呢。”格列什卡吓得连忙跑开。这时格列什卡说了一句话：“妈呀，傻瓜，那是坏牙，自己掉的，这就是一个小纸片儿，来的不马什个，不马什个贝来的，小纸片而已。你再吓唬我，我就回家，哪也不去了。”那为了使中国观众理解掉牙是不吉利的象征，翻译时需要对格列什卡的话进行处理。比如说，格列什卡说 "No da zube себе выбил, мама"， 直译过来是真的，他把牙磕掉了，妈呀！那么我们根据影片的情景和上下文呢，我们把该句应该翻译成牙磕掉了，可真晦气，妈呀！我们加了个词，加什么词啊？加了可真晦气，可真晦气。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中国观众意识到了掉牙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通过减词法去掉了真的，保证了译文的字数和原文的音节数一致。尤其是我们在做配音翻译的时候，那么需要对口型，所以字数是一定要对上的，要对上。把你麦姐的，把你麦姐。加了个可真晦气，可真晦气。Зубы выбить плохой сигнал的，不好的一个信号的，好一个信号，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了我们看一下，因为电影翻译，尤其是配音的特点之一是对口型。只有目的语对白的字数和原语电影中对白的字数相同，才能对上口型。俄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在翻译时呢，俄语中的一个音节相当于汉语的一个字，相当于汉语的一个字。那在翻译的时候，要保证汉语的字数和俄语的音节数基本上保持一致。如果原文比译文短，那在尊重原意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增加译文的字数。如果译文比原文长，那就要缩短译文的字数，或者通过变换语速来加以调整。要做到口型吻合，还要求配音演员口型和电影中人物口型基本保持一致。影片中格林卡说的 "die on zube себе выбил мама" 这句话中有10个音节，口型开合顺序是开合合合合合合开开。那译文呢是牙磕掉了，可真晦气，妈呀！译文字数也是10个字，口型顺序是开合合合合合合开开，与原文保持了口型的一致，口型要一致口型要一致。下面我们看 Второй пример， 看一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格列什卡和安东从家里出来，找完牙之后继续前行。安东突然看见一只啄木鸟在住宅上
在住宅楼上着墙，他连忙用手机拍照，并叫格林什嘎过来看。这是他们两个的对话。啊，哎，这多大过耶？这什么东西啊？冰冰的，冰冰，企鹅。Не серьезно, мне не видно отсюда. 夹子是啄木鸟。你看 ，но он не охренел дом жрать, да？ 这里面说了要有不好的事吧，他着墙，这是词义的引申啊，词义的引申。在中国文化中，啄木鸟着墙没有什么文化的隐含意义啊。那所以说，如果要是不通过词义引申或者是加词这种翻译方法，中国人不理解啄木鸟着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是一个 плохой сигнал， 一个 хороший сигнал， 他们不懂啊，他们不懂。啊，接着安东说 ，Акрил да, он ничего не попутал, дерево да， 啊，说你没弄错吧，亲爱的，树在那边。然后说妈呀，你在看，他在看我 ，он сюда смотрит， 他在看我。啊，啄木鸟着墙呢，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特别的文化内涵。那么为了让中国观众理解啄木鸟着墙这个隐含的意思，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呢，需要对这个句子进行处理。怎么处理呢？那直译过来是他是不是生气了，在着墙？那么我们根据影片的情景，把该句翻译成要有不好的事吧，他着墙啊，他着墙。我们说要有不好的事吧，提示一下观众啊，这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啊，不好的事情要发生。那这句话的翻译采用了词义引申法，把啄木鸟着墙这件事情中所暗含的不幸的意思给它传达了出来，不幸的意思传达了出来，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对隐喻意义的阐释和认知是电影翻译的一个难点，它要求电影翻译者不仅要精通母语和目的语，熟悉两国的文化，而且还需掌握口型、语速、词序、停顿等翻译方面的技巧，才能准确地对电影翻译的隐喻意义进行恰如其分的阐释和翻译，从而创造出深受目的语观众喜爱的脍炙人口的佳作。Ну, моя лекция пока закончена, да. У вас есть вопросы? Задавайте. Ребята, если вопросы, если нет, то свободы.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